大家有冇發覺最近全球市場最奇怪嘅地方，唔係股市升，亦都唔係股市跌，而係市場害怕緊一樣嘢，就係通脹唔係已經死，可能以另外一種形式再回來。過去2年，好多人以為劇本好簡單，美國加完息，通脹慢慢跌，聯儲局開始減息，資金回流股市，樓市重新起動，港股亦都慢慢復甦。呢個劇本聽起來好舒服，但係現實往往唔係咁樣行。如果通脹再次反撲，或者即使通脹冇大爆，只係停喺一個比市場預期更高嘅位置，全球資產價格就會面對一次重新定價，股票估值要調整，債券價格要調整，樓市按揭成本要調整，甚至連貨幣、黃金、石油、新興市場都要重新排隊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用一個大家熟悉嘅歷史框架去解釋一件現實嘅事：高通脹到底點樣一步一步引發市場波動？1997年嘅重點唔係股災，而係美元週期。好多人講1997亞洲金融風暴，就會立刻想到泰銖崩盤、港股暴跌、香港金融保衛戰。但如果只看股市跌幾多，其實會錯過咗重點。1997年真正嘅核心係一套全球資金流動嘅機制。當年好多亞洲經濟體快速成長，外資大量流入，銀行借外債，企業借美元，樓市同股市越升越有信心。問題係當美元利率上升，美元變強，資金開始流回美國。新興市場原本看起來好穩定嘅匯率、資產價格同債務結構，就突然變成壓力源。今日嘅世界唔係完全一樣，好多國家外匯儲備更高，匯率制度更有彈性，銀行監管亦都比當年成熟。但有一個邏輯冇變，當美元利率高企，全球資金會重新定價風險。今日唔係簡單重演1997，而係另一個版本。當年嘅固定匯率、美元外債同熱錢撤退，今日係高通脹、高利率、地緣政治、供應鏈重組同 AI 估值集中。表面唔同，底層都係同一件事：資金成本上升。所有過去靠低息撐起嚟嘅資產都要接受考驗。現時局勢，全球唔係單純低增長，而係低增長加高不確定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喺2026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，喺中東戰爭、貿易摩擦同地緣碎片化陰影下，全球經濟增長預計2026年放慢到3.1%，2027年為3.2%，而全球整體通脹喺2026年可能溫和回升，到2027年先至重新下行。呢句説話好重要，因為佢代表一個比衰退更難處理嘅局面。增長唔夠強，但通脹又唔夠低。如果經濟好差，通脹好低，央行可以減息救經濟；如果經濟好熱，通脹好高，央行可以加息壓需求。但如果經濟開始放慢，通脹又被能源戰爭、關稅同供應鏈推高，央行會非常尷尬。減息怕通脹死灰復燃，唔減息又怕經濟同市場承受唔住。這就是市場波動的起點。投資者最害怕嘅唔係壞消息，而係唔知道央行會怎樣反應。市場不確定聯儲局會減息、停息定係重新加息，債息會跳，美元會波動，股市估值就會大上大落。第一條引爆線，能源同戰爭令通脹變成供應衝擊。好多人理解通脹，淨係覺得超市嘅嘢貴咗，食飯貴咗，租金貴咗。但金融市場睇通脹，唔係淨係睇物價，而係睇通脹背後嘅性質。如果通脹來自需求太旺，例如大家消費太多，央行可以加息壓需求。
但如果通脹來自能源、戰爭、航運、關稅、供應鏈，問題就複雜得多。因為加息唔能夠生產石油，令航線安全，唔能夠令兩個國家停止衝突，亦都唔能夠令供應鏈一夜之間重建。IMF 喺2026年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，中東戰爭、能源價格上升、通脹預期同政策利率預期上修，已經令股市下跌、債息上升。新興市場，尤其係商品進口國同本身比較脆弱嘅經濟體，受到更明顯嘅衝擊。呢個係第一條引爆線，油價升，運輸成本上升，企業成本上升，消費者生活成本上升。然後市場會問央行可唔可以減息？如果減唔到息，股票估值就要向下調。如果債息上升，債券價格就會跌。如果美元變強，新興市場貨幣就會受壓。所以高通脹嘅可怕之處唔係一個數字，而係佢會改變所有資產嘅折現率。第二條引爆線，高債務時代，利率上升會放大所有弱點。今日世界同上世紀90年代有一個好大嘅分別，就係政府、企業同家庭嘅負債規模更大。低利息年代太長，好多資產價格、商業模式同政府財政都建立喺錢好平呢個假設之上。當高通脹令利率不能快速下跌，甚至長債息再次上升，問題就嚟啦。政府發債成本提高，企業再融資成本提高，家庭按揭成本提高。以前能夠靠借新還舊嘅公司，而家要面對更高利息。以前能夠靠低息撐起嘅科技股估值，而家要用更高嘅折現率重新計算未來盈利。以前覺得供樓只係短期痛苦嘅人，會發現高息可能持續更長。IMF 亦提醒，公共債務高企同短期融資依賴提高，會增加主權債務再融資風險。非銀行金融機構、對沖基金同槓桿 ETF 喺市場波動時可能被迫去槓桿，進一步放大波動。呢度有一個關鍵詞叫做被迫賣出。市場真正大跌，往往唔係因為所有人都睇淡，而係因為某些人必須賣。基金要降槓桿，保證金唔夠要斬倉，風險無形觸發要減倉，投資者贖回，基金經理要賣貨。當越來越多人被迫賣，價格下跌就會成為自我強化。第三條引爆線，股債同跌，傳統避險失效。以前好多投資者相信一個簡單原則，股票跌，債券升，因為經濟差，央行減息，債券價格上升，可以抵消股票虧損。呢個就係傳統60-40投資組合嘅核心。但高通脹時代最麻煩嘅地方，就係股票同債券可以同時下跌，因為股市怕利率高，債券亦都怕利率高。股票估值被壓，債券價格下跌，投資組合兩邊一齊受傷。IMF 喺金融穩定報告中特別提到，更頻繁嘅供應衝擊削弱咗股票同債券之間嘅對沖關係，增加同步拋售風險。呢個對普通觀眾有咩意思呢？意思唔係只要我買債券所以安全呢種舊思維。你要睇債券係長債定係短債，係高評級定係高收益，係本幣定係外幣。通脹唔穩嘅時候，長久期資產會特別敏感。同樣道理，科技股、AI 股、成長股本質上亦都係長久期資產。佢哋嘅估值好大部分來自未來好遠嘅盈利想像。當折現率上升，未來嘅錢折回今日就唔係咁值錢。
股價自然更容易波動。第四條引爆線，貿易碎片化令通脹更難回到過去。過去30年，全球化係壓低通脹嘅主要力量。企業將生產成本搬喺最低嘅地方，供應鏈追求效率，消費者享受便宜商品。但現在這套邏輯正在改變。世界貿易組織2026年3月嘅全球貿易展望指出，全球商品貿易增長喺2025年為4.6%，喺2026年基準情景放慢至1.9%。如果中東油價衝擊持續，商品貿易增長可能再減少0.5個百分點。聯合國貿發會議亦都指出，全球貿易面對地緣碎片化、監管收緊、數字同綠色轉型等壓力，供應鏈正在按地緣政治重新配置。呢個代表未來企業唔一定只追求最低成本，而係追求安全、備份、有岸外包、近岸外包同政治可靠。這對國家安全可能有利，但對通脹未必有利，因為效率下降、成本上升、庫存增加、重複投資增加，最終可能令商品價格比以前更難回到低通脹年代。換句話講，過去全球化幫央行壓通脹，未來碎片化可能令央行更難壓通脹。講到香港，呢件事更加直接。香港有聯繫匯率制度，港元同美元掛鈎，呢個係香港金融穩定嘅重要基石。但代價係香港利率好大程度上要跟隨美國週期。當美息高企，香港最先受壓嘅唔係抽象嘅宏觀數字，而係好實際嘅東西。按揭供款、樓市成交、商業地產估值、中小企貸款成本、股票估值、REITs 派息吸引力、強積金、債券基金表現。如果市場原本預期好快減息，但高通脹令減息延後，香港資產就會面對時間比想像中更長嘅壓力。樓市唔係淨係睇樓價跌幾多，而係睇租金回報率可唔可以覆蓋到高息成本。港股唔係淨係睇市盈率平唔平，而係睇企業盈利能否喺高成本同弱需求下恢復。收息股唔係淨係睇息率高，而係睇現金流可唔可以支持派息。所以對香港觀眾嚟講，最重要嘅唔係估聽日個市升定跌，而係明白一件事：高通脹會令高息持續更久，而高息持續更久會迫使所有資產重新計算價值。如果你唔想俾市場情緒牽住走，我建議你睇3組指標。第一，睇美國長債息，而唔係淨係睇聯儲局減唔減息。短息反映政策，長息反映市場對通脹、債務同未來增長嘅信心。如果長債息升得太急，股票、樓市同新興市場都容易受壓。第二，睇油價同運輸成本。能源係通脹嘅火種，航運係全球供應鏈嘅血管。如果中東衝突、紅海航線、油價或保險成本出現異常上升，市場就會重新擔心輸入性通脹。第三，睇美元同資金流。美元轉強，代表全球資金可能由高風險市場回流美元資產。對新興市場、港股、人民幣資產同高負債經濟體都會形成壓力。這3個指標唔係用嚟預測每日升跌，而係用嚟判斷市場會否由風險偏好轉向風險收縮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總結今日呢條片：高通脹最可怕嘅地方唔係東西變貴，而係佢令整個市場嘅舊劇本失效。以前大家以為經濟差就減息，減息就升市。而家可能係經濟差，但通脹未死，央行唔敢太快救市。以前大家以為
股跌債升，現在可能股債一齊跌。以前大家以為全球化會永遠壓低成本，而家可能地緣政治令成本長期上升。以前大家以為 AI 一定提高生產力，但如果估值先升太多，生產力未兌現，市場亦都可能先來一次調整。香港唔需要恐慌，但一定要清醒。香港嘅金融制度有韌性，聯繫匯率有公信力，市場有深度，但香港亦係全球利率、美元流動性同中國經濟週期嘅交匯點。當全球進入高通脹、高利率、高地緣風險嘅新階段，香港唔會置身事外。如果你想保護自己，唔係靠猜一兩日升跌，而係要問自己3個問題：我嘅資產會唔會太過集中？我嘅槓桿能唔能夠捱更長時間嘅高息？我嘅收入同現金流可唔可以抵抗到通脹同埋波動？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。下一集我哋再講，如果出現股債樓同步重估，普通香港投資者應該點樣配置現金、股票、債券同物業呢？